哎呦，萨利嘎嘎马波隆，吉马耀形式嘎布，欢迎各位小朋友与家长们回到米上的帮在一路嘛10日学族语拿族语绘本的活动。今天是我们的第8堂课。那阿美族除了语言，其实生活中不缺乏音乐和舞蹈。那伊娜和妈妈不妨可以将一些朗朗上口的音乐歌曲做一些小游戏。那在游戏中呢，我们其实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性质不同的性质以及内容，然后加上一些规则的动作，让小朋友可以玩得更开心哦。那课程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段小影片。那我们先来收看一下。好，吉利嘎咕，我们唱一猪啊给猪，哇猪啊哇猪啊，一猪啊一猪，一滴你一滴你，汪汪汪汪汪。哇猪啊，一猪啊，一猪。弟弟妹妹是不是很强？其实通过加上的游戏方式呢，其实可以让小朋友更能够加深对于阿美族语言学习以及音乐。那其实这样子的话，其实还可以培养他的想象力、丰富的情感以及他的创造力。不知道大家对于乙族啊有没有更加熟悉的呢？那今天就再让我带大家一起学习族语，一起加入我们哒哒哒。发发二，上面，发发二，上面，兰诺，下面，兰诺，下面，高威力，左边，高威力，左边，高瓦南，右边，高瓦南，右边，伊迪尼。在这里，伊迪尼，在这里，伊迪拉，在那里，伊迪拉，在那里。咖啡店案，房间。咖啡店案，房间。比利路镇，浴室。比利路镇，浴室。卡古马恩南，饭厅。卡古马恩南，饭厅。达达伊安，厕所。达达伊安，厕所。巴拉方案，客厅。巴拉方案。客厅。Ijuwa Cina I Kafutian. Ijuwa Cina I Kafutian. Ijuwa Ci Mama I Bililucan. Ijuwa Ci Mama I Bililucan. Ijuwa Ci Mayau I Palafangan. Ijuwa Ci Mayau I Palafangan. Ijuwa Ci Kulas I Tataian. Ijuwa Ci Kulas I Tataian. Ijuwa Ci Panay I Palafangan. Ijuwa Ci Panay I Palafangan. 大家都学会以猪啊加上人名以及地点的用法了吗？在家持续学习的日子当中，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家里原本既有的物品来发想一些活动。如果是简单一点的，我们可以带领小朋友从收集到制作一起来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也可以问问小朋友，如果我们要制作这个东西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代替呢？透过简单的动手以及互动，除了增加彼此亲子的感情，也可以传承祖先留下来的智慧。你说对吧？不知道大家对于刚刚的问题，大家都熟悉了吗？那现在马耀叔叔来考考大家咯，猜猜马耀叔叔现在在哪里？Ijuwa Ci Mayau I Madini I Palafangan.
组啊，起码要伊马蒂尼，一早嘎。一组啊，起码要伊马蒂尼，一大大耶汉。一组啊，起码要伊马蒂尼，一比利鲁赞。哇，大家都好棒，大家都猜对了吗？请大家跟着板鸭叔叔一起说“反扎赖技术”。学习阿美族语需要从日常生活当中被使用，才能够活化。伊娜、阿杜妈妈不妨可以在家里的房间、客厅、楼梯、去浴室这些随处可见的地方，贴上族语的单词、图片以及短语，让小朋友在不断的重复观看当中持续学习。其实啊，我们只要发挥一些巧思，将家里稍做一些变化，其实就可以创造一个非常自然的族语学习环境。那在这边，马耀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，你们是如何在家里创造孩子的学习族语天堂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影片最后，马耀叔叔还是要跟大家出一道题目哦，那就是一组啊，技术伊马蒂尼。一组啊，技术伊马蒂尼，请将你的答案在底下下方区留言哦。米萨诺邦扎伊鲁玛，我们明天见，好啦哟。